食薰对身体真歹，台湾禁薰的联名是要求卫福部要全面来禁止加味薰，因为目前咱列管禁止的敢若27种添加物，不过实际上是已经有到1200种啊，咱的法令根本就对袂着阵。 台湾禁薰联盟伫拜五透早，甲定情书交予3党立委，因表示全台目前有1200种口味的加味薰，但是卫福部伫112年的预告当中，敢若禁止4种口味的加味薰。顶礼拜卫福部新的预告佫改做禁止27种化学口味的加味薰。禁薰联盟表示，法令根本无对着阵，呼吁卫福部应该爱全面禁止。卫福部即摆行政机关就是一个。 带队的部分就是讲，咱伊用一种4种，即摆我讲4种禁止，吼。毋过咱讲的是全面禁止。啊，即摆讲好，你讲4种，即摆我27种。 实际上不是安尼啦，实际上登记是1200种。3党立委表示，朝野立委共识拢是同款的，因嘛认为卫福部应该爱全面禁止，嘛要求卫福部爱赶紧修法。我希望我们的国健署应该要全面的去检讨，在113年8月8号公告的这个预定订定烟品禁止使用之添加物的草案，朝野的共识、国人的共识、立法院的共识。 你今天行政单位你都要这样去推翻的话，我不客气的讲啊，国健署是有受到烟商的压力吗？已经知道任何成分造成的这个伤害，尤其是烟品的部分，你必须加开会处理。禁薰联盟指出，台湾每10个青少年就有4个会食薰，用口味加上芳甜的加味薰来成少年家，加味薰嘛是薰，有食嘛是会掉咧。禁薰联盟呼吁政府为着青少年的健康，应该爱全面禁止加味薰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